Hello，大家好，我係 Mandy 啊。今日咧又到咗我哋嘅二手筍盤時間。咁今日嘅話咧，我哋唔睇地面嘅別墅單位，而係睇我哋頂樓嘅複式單位。點解會睇呢一套單位咧？首先嚟睇下佢嘅景觀視野。佢成套單位咧可以直接望到金湖公園以及我哋開景嘅部分。前方嘅嗰條橋梁嘅話咧，就係屬於我哋嘅金海大橋，通往我哋嘅橫琴啦，又或者咧去到我哋廣東嘅各個城市都係完全可以到達嘅。咁其次嘅話咧，正前方嘅部分，我哋見到嘅山景綿延嘅後邊就係屬於我哋嘅機場啦。由呢一度揸車去嘅機場10分鐘，去到我哋嘅港珠澳口岸大概係25分鐘。同時嘅話咧，呢一邊咧去到我哋嘅醫院係10分鐘嘅距離。正前方嘅部分嘅話咧，係屬於我哋嘅學校區域。所以喺呢一度嘅話咧，佢嘅醫療配套設施，包括佢周邊嘅生活配套設施各方面嘅話咧，其實亦都係可以達到一個滿足嘅。而喺我哋下邊二期嘅沿街商鋪上邊嘅話咧，目前佢嘅招商率嘅話亦都係可以達到70%左右咁上下嘅。咁目前咧亦都會涵蓋咗，比如我哋嘅藥房啦，甚至乎係我哋嘅美宜街啦，又或者咧係我哋比較常見嘅華潤萬佳都係可以落樓可以享受得到。同時喺一期嘅下邊沿街商鋪當中嘅話咧，步行大概係喺3分鐘左右嘅話，亦都有一個業主飯堂。如果你唔想煮飯嘅情況底下咧，亦都可以去下邊食飯，都係完全 OK 嘅。咁出品上面嚟講，亦都 OK。之前你亦都有試過嘅。OK，咁睇完咗我哋成個陽台嘅部分之後咧，我哋再睇翻佢室內嘅部分啦。咁室內嘅話咧，佢嘅正大門嘅話咧就係正前方，所以成套單位可以話由入門口開始嘅話咧，就係直通到我哋嘅客廳同埋陽台嘅部分。咁同時咧，佢朝向亦都係屬於正南向嘅一個朝向單位嚟嘅。兩梯3伙，總高29層，可以直接去到地下嘅負1層。停車位咧亦都係相當之充足噶。其次就係每一梯每一伙嘅話咧，都會有獨立嘅進入空間，唔需要達到會俾人打擾嘅狀態。而且咧呢一套頂樓複式嘅話咧，佢嘅一個空間包括佢室內嘅尺寸咧，都會比較大少少。建築面積係可以達到289方，目前嘅業主售價咧係480萬嘅。由入門開始嘅話咧，佢側邊呢一度係會有一個細嘅廚房啦，咁或者係洗手間啦咁樣嘅一個預留空間嘅。因為係無批單位，後期需要大家自行咧再進行一個處理嘅。咁主要咧都係以洗手間為主。再過到嚟呢邊嘅話咧，就係佢嘅廚房位置啦。咁廚房嘅話咧，佢係屬於呢一種即係有少少入去嘅一個感覺嚇。佢唔係話將個明窗唔係話將陽台突出去，而係本身咧就係咁樣嘅偏橫少少咁樣嘅設計。咁後期嘅話咧，亦都可以自行咧再去進行一個改造，睇下可唔可以將呢邊咧再進行一個延伸嘅。咁再過翻嚟，而家呢一個闊度位置咧就屬於一個餐廳位以及我哋大嘅橫廳嘅客廳空間，係有少少類似我哋目前咧市面上比較常見嘅第4代住宅嘅視覺效果。其次啦，成個單位嘅尺寸程度係採用緊飛機翼嘅設計，所以咧無論係邊一間房都好咧，全部都可以達到多數都係南向咁樣嘅設計風格。由呢邊開始，我哋可以見到嘅話咧，係會有2間房啦，以及我哋嘅公區洗手間位置嘅。第一間房飄窗直接咧望向我哋嘅一期高層一期嘅別墅群組，以及咧我哋海景以及少量嘅一個高爾夫球場景觀。咁目前咧我哋視覺效果可以望到嘅呢個橋梁嘅部分嘅話咧，就係屬於我哋嘅紅鶴大橋嘅。咁呢一邊嘅話咧，上橋嘅話咧，去到我哋嘅港珠澳口岸，基本上咧都係沿用翻呢一個橋梁為主噶。咁其次就係成套單位嘅話咧，除咗我哋有樓下嘅沿街商鋪之外嘅話咧，我哋揸車10分鐘之內咧係可以直接去到金灣嘅華發商都，去到我哋嘅航康新城周邊嘅一個商業配套設施以及市場等各部分嘅。中間嘅話咧就係我哋嘅洗手間位，直接採用緊明窗嘅形式，亦都係非常之敞亮嘅。咁呢一間房嘅話咧，佢亦都係屬於一個南面細型嘅一個轉角窗位置，尺寸度仍然係還算 OK 嘅。除此之外，喺我哋嘅斜對面呢邊嘅話咧，仍然咧會有一個主人房嘅套房，又或者係可以話係1樓嘅長輩套間。咁由呢邊進入過咧，首先我哋會見到係洗手間區域，然之後再轉個身啦，先至係我哋嘅一個休息區域。除此之外咧，佢成個1樓嘅部分咧，仲會帶有一個細嘅露台位置啦。咁呢個露台嘅尺寸程度大概係喺20個方左右咁上下。咁我哋會望到嘅咧，係屬於我哋小區嘅園林景觀為主。
成個高層單位呢一套嘅話咧，佢係採用緊拍卡入戶，亦即係話咧，我哋29層咧，淨會有3屋嘅人士咧可以直接上到嚟。除此之外，6個就係我哋嘅管家或者係管理處嘅部分人員，所以咧喺安全嘅居住係數上邊嚟講係非常之唔錯噶。睇完咗1樓之後，再繼續上2樓。2樓呢邊咧上咗嚟之後，其實佢淨係得一個大嘅套間。咁同時嘅話咧，如果後期咧大家有考慮直接做2層嘅情況底下咧，亦都可以鋪埋過去。咁呢邊嘅話咧都可以再多2間房做咗咁上下嘅尺寸程度。咁其次，由我哋嘅側邊右手邊出翻嚟咧，我哋會見到嘅係一個大嘅露台部分。咁呢個露台嘅話咧，大概尺寸度咧係喺30方左右咁上下。咁亦都係採用緊南向嘅視野景觀。平時如果屋企有朋友過到嚟嘅話咧，亦都可以喺樓上呢邊燒烤，或者夜晚出嚟出邊飲翻杯茶、飲翻杯酒，慢慢傾下，睇下跟住落嚟有啲咩計劃。其次，我哋由我哋呢一邊出翻去咧，仲可以嚟到我哋另外嘅一間套間，亦都可以當作係我哋嘅主人房套間嘅形式。而且咧呢一間房咧，除咗咧佢係一個套間之外，仍然會擁有一個大型嘅露台部分。由我哋呢邊進翻入嚟嘅話咧，係可以達到一個大型嘅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區域嘅，亦都係採用緊長方形嘅設計，有明窗嘅設計。其次，休息區域當中嘅話咧，佢嘅尺寸程度亦都係相當 OK 嘅。咁呢邊嘅話咧，2張1.5米或者係1張2米嘅大床擺落嚟，側邊嘅話咧仲可以做埋一排嘅衣櫃。空間上邊嚟講，亦都係綽綽有餘噶。其次，由呢邊推門直出我哋嘅大型露台嘅話咧，景觀視野亦都係佢嘅一大亮點。咁我哋可以見到嘅話咧，亦都係屬於我哋嘅海景部分啦，以及我哋嘅金湖公園嘅湖景部分，以及少量嘅一個高爾夫球場景。咁樓下嘅呢一啲別墅單位嘅話咧，呢一期嘅話亦都係屬於我哋1期嘅別墅單位嚟嘅。咁目前呢一期嘅業主率相對嚟講會比較低少少，因為佢嘅戶數會比較多啲，而且嘅話咧細單位相對嚟講，目前別墅上邊嘅入住率亦都會比較低啲。咁如果呢一套單位嘅話咧，大家有興趣想了解到呢一種咧，相對嚟講會有更加多嘅戶外空間，唔一定真係一定需要住到別墅，唔想去打理草坪，唔希望話有太多嘅空間需要自己去打蠟嘅話咧，咁呢一套單位嘅話咧，佢總共咧係會有4間房嘅形式，同時嘅話咧，亦都有一個比較大少少嘅一個餐客廳，480萬嘅一個空間嘅話咧，亦都係有少量嘅議價空間嘅。如果有興趣嘅朋友，歡迎大家嚟到現場或者直接致電 Mandy 了解更加多詳細情況。未關注嘅朋友記得關注同撳旁邊嘅小鬧鐘，咁樣先可以及時接收到我哋嘅最新消息。下期再見，拜拜。